就好似優美嘅音樂，不停咁喺我耳邊，喺我腦裏面徘徊，令我發現一樣嘅世界，但唔一樣嘅感覺。舞台劇從古至今都係表演者所追尋夢想嘅好地方。經過多年嘅演變，隨住科技、廣播劇、電影、電視嘅發展與普及，戲劇已經唔止喺表演場所中發生嘅演出活動。戲劇形式嘅廣播、電視節目及電影充斥喺一般大眾生活之中，相對舞台劇嘅關注度大大減低。時至今日，舞台劇又受人談論，而市民心目中嘅流行同熱愛程度，與以往相比起也起了變化。加上得到政府從旁協助，以致大多劇團廣為人熟悉，關注度相對地提升。其實舞台劇一向都喺香港好廣泛咁運作緊嘅。所以其實我就唔係覺得舞台劇式微，而係舞台劇不嬲都冇受關注咁解啫。即時會知道觀眾現場嘅反應啦，同埋可以訓練演員自己嗰個膽量嘅。講緊先講80年代開始啦，就係越嚟越普及㗎啦。嗰個變化咧，好明顯有一個轉捩點，就係咧，因為盜版太過猖獗。好多人唔願意入去戲院睇電影，而舞台劇本身咧就因為電影咧就不能取代，佢有一個活生生同觀眾互動嘅經驗，而呢一種經驗咧睇得到咧係嚟緊呢一兩年開始咧就越嚟越盛行啦，咁甚至會變成一種咧叫做風氣。香港政府的確對香港劇團有給予援助。但眼看政府所資助嘅劇團，大多數都係大型劇團，而且仲要繳交一啲文件。喺呢個情況底下，對於業餘劇團嚟講，排練嘅時間已經係少之又少。其實仲有時間嚟整理呢啲文件，等待政府人員上嚟核數。在商言商，商業係咪比起行為藝術工作者嚟得更重要呢？另一方面，為咗配合市場嘅需求，對未來發展係咪好事呢？當我哋講緊業界話政府支持度不足，我哋一定要搞清楚業界究竟係邊班人。因為香港嘅舞台劇嗰個叫做氛圍好多，有一啲係以商業主導，係揾錢嘅啫。佢個製作純粹係商業行為嚟嘅。咁呢啲係咪需要政府去資助呢？唔好忘記政府係納稅人嘅錢嚟嘅喎。因為我哋要申請資助其實比較難嘅。第一，佢要睇你好多背景啦，學歷夠唔夠啦，你嘅往績啦、入座率啦夠唔夠啦，你嘅題材啦有冇吸引性啦，好多原因導致你申唔申請到資助。可能係香港嘅文化啦咁樣，其實係唔係咁重視一啲藝術嘅一個發展咯，係啦，咁佢哋可能係覺得揾唔到食嘅嘢咧，咁就唔會係投放咁多嘅資源落去嘅。咁可能如果你大劇團嘅話，可能香港話劇團啊、中英劇團嗰啲咧，就會每年都有好大嚿錢資本俾佢哋做啦。咁佢哋可以請一啲全職嘅演員啦。咁但係業餘劇社就冇啊。其實呢10年8年咧，政府同埋某啲機構咧，對藝團宣傳咧就已經多咗一啲政策嘅幫助。例如咩咧？譬如話近幾年嘅JCCAC， 即係賽馬會綜合藝術中心咧，佢嗰個 Black Blocks 咧就有一個藝團資助計劃。如果你參加入紙嘅話咧，咁佢免場租。同一時間佢同 ATC， 即係香港藝術發展局咧，就有一個制度資助俾你嘅。咁其實係一個幾好嘅開始嚟嘅。咁其實相對嚟講，其他嘅場地，譬如話而家呢幾年嘅兆基創意書院啦、牛棚啦、Art Centre 啦，都其實開始緊呢啲 project， 就同 ATC 合作，去幫一啲發展中嘅藝團。咁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發展嘅嚟嘅。
以我所知，香港藝術發展局咧都係有一啲好簡單嘅1年計劃啦，或者3年計劃咁。咁但係佢哋嗰個要求咧，或者行政上高嘅嘢咧，都幾繁複嘅。但係如果一啲真係藝術工作者係以藝術作品謀生嘅，我舉個例子，演藝學院嘅畢業生嘅同學，或者一直長期發展小劇場嘅戲劇工作者，佢哋真係唔係商業行為嚟嘅喎，佢哋嘅作品係好有藝術性啦、文學性啦，咁呢一啲嘢咧，基本上個市場咧係唔賣錢嘅，但係對個社會係好重要嘅。我諗無論係配合政府嘅需要啦，或者係做一啲比較娛樂性高啲嘅一啲話劇都好啦。最主要嘅就係我哋能夠做一啲話劇能夠吸引到觀眾，並且令到觀眾對話劇更深嘅認識。鐵塔凌雲，望不見歡一人面，富士松枝，聽不見有人歡笑。小型劇團經營不易，喺排練、宣傳、演出或招募期間等，大多都會出現一些阻滯，而大部分都係一啲業餘人士參演同埋製作。除咗向有關政府申請補助外，其餘嘅就只能做與各機關團體邀請演出。小型劇團並未被廣泛大眾知道，部分市民唔清楚劇團嘅成立用意，就連演出日期也難令大眾知道，或者做就出，知道嘅就繼續知道，唔知道嘅就繼續唔知道嘅情況。對於小型劇團，又有幾多人認真了解過同主動過去認識佢呢？喺呢個風氣持續下，小型劇團會唔會變成一個小圈子活動呢？其實政府嘅資助係幫助到香港嘅一啲嘅劇團可以繼續去即係生存啊，可以維持落去，係因為其他劇團所帶嘅潮流，咁而佢哋能夠去維持到佢哋嘅製作啊，佢嘅生存落去咁樣嘅。因為冇乜知名度，變咗就唔可以喺地鐵嗰度去賣廣告，因為地鐵個廣告好貴。你可能會去派傳單嘅，但係依家知道你出去派傳單，你自己都唔會收啦，係咪先？所以我哋都比較難去做呢個宣傳。其實小劇團都有小劇團佢自己嘅做法嘅，賣飛咧就真係好老實講咧，都係朋友同朋友咁樣支持你先至嚟睇嘅咁樣。如果你真係話想要多啲街客嘅話，其實都需要係宣傳啦。譬如話我哋嘅話，我哋自己做法就係去即係擺喺網站嗰度啦，或者擺喺嗰啲 Facebook 嗰度 send 俾其他朋友，send 俾其他嗰啲活動嘅人士咁樣啦。可能喺社區中心我哋都會擺啲嘅 leaflet 咁樣嘅，咁希望嗰啲團體會嚟睇啦，可能就俾個折頭佢咁樣啦。咁希望多啲廣泛啲嘅，都會有街頭嘅一個宣傳咁樣咯，做翻啲社區嘅一啲嘅義演咁樣嘅。咁可能佢社區中心有啲活動㗎，可能係低收入家庭啊，或者係等新移民嗰啲啦活動啦，有少少嘅活動。咁我哋都希望就會去即係有一 part 仔可以做翻某段小段嘅一個劇情出嚟。咁亦都希望其他人會嚟睇到咁樣咯。香港藝術文化水平並唔低，政府建設西九文化藝術區，希望藉此與世界地位一並提高，更有助及流行小型舞台劇及其他藝術。相對往後會有更多劇團參與，場地不足嘅問題不在話下，而西九文化藝術區持續發展下，為咗下一代，對於劇團將來能否發揮潛能同埋功能，能否推動香港小型劇團，相信要用時間去見證。我哋好多觀眾咧都即係好似喺Off-Broadway 嘅文化咁樣，喺外百老匯嘅文化咁樣咧，去人哋嘅排練室嗰度睇演出。咁所以我會覺得你未來呢1-2年嗰個走勢咧，都會係越嚟越多人咧去做呢個舞台劇嘅。咁但係咧由於越嚟越多嘅話咧，亦都衍生另外一個問題咧，亦都係西九嗰個情況就係話咧場地越嚟越唔夠。即使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講緊2015年咧就開始即係興建啦，全個工程完咗要2020年嘅先至係落成嘅話，咁而家做緊小劇場或者做緊戲劇嘅人，會唔會等到20年之後會點呢？咁好可能咧冇必然關係嘅。我哋成日都講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係為我哋下一代而設嘅，唔係為我哋呢一代而設嘅。我哋呢一代其實20年之後都已經即係好老啦。咁咧下一代嗰啲咧就真係會繼續發展落去嘅話咧，先至會有一個氛圍喺度。
咁兩方面啦，喺教育方面啦，要資助多啲戲劇教育，由基層開始嚇，令到參與話劇同埋觀賞話劇嘅人數不斷慢慢漸大，咁先形成到一股力量。因為一味搞戲冇人睇冇用嘅。咁第二就係實質資助劇團方面喺政策上啦，譬如話喺排練場地啊，喺資助方面啦，應該要着墨多啲咯。嚇，真正幫手就唔係去阻礙佢哋嘅發展。譬如話喺政策上，喺嗰個發展方針啦，就應該俾劇團自己去諗。但係咧喺資助方面咧，就唔應該喺主導方面加插一啲佢哋嘅意見。認定目標咯。我曾經聽過一個不止一個冇讀演藝嘅同學同我講，畢業之後嘗試下做演員。咁我就話俾佢知，如果你一日都未決定做演員咧，你係做唔到嘅嚇，因為想你可以上一世，你決定做咧，你就即刻做。所以我覺得要立定決心咯，唔係想咯。係想成就自己喺台上嘅一個夢想。信念佢哋比任何人更堅持，可能係台下觀眾嘅一點笑聲、掌聲、鼓勵聲當中，就係給佢哋嘅推動力，及堅持自己繼續走向舞台上發熱發亮。但台下嘅觀眾有冇諗過為自己嘅夢想而奮鬥呢？